稻作类风台是造成全台湾有5700多万的损失。伫屏东、金泽也阁有木瓜园，四界拢看会到倒去的果子树。也若家己的沿海也是同款受灾，蚵仔病是拢互吹倒去，损失上无有5成。毋过嘛，因为这粒风台，即马各地水库拢有补着水，高雄水情顶好，即马已经转做正常。 滚石园内底拢是倒去的滚石树，袂少顶头拢有真大批的滚石，互农民感觉是真毋甘。荒地都无效，拢荒地啊！金石大丛大路啊，起啦，拗落拗长。虽然事先拢用叉机拄掉咧，也是袂堪要风台吹落去。屏东县新北乡、内埔乡袂少滚石树拢被吹拗断去，木瓜损失也真严重。全县灾害面积超过200多公顷，损失金额1200多万。 嘉义沿海饲蚵仔所在也因风台损失真严重，袂少蚵仔病拢吹扁去，连蚵仔拢消失，保守估计损失5成以上。损失差会使讲算全无伊较济啊。安尼哦。哎呀，8、9成绝对有啦。已经有流失啊，还是损毁啊？那牡蛎壳条的牡蛎串啊，也有一个掉落的一个情形。 到拜六早起11点，都市瑞风台造成的农业产物甲民间设施损失达到5840万，干那农产损失就5700多万，农作物损害面积是1000多公顷，其中花莲县受损上悬，搁再来是屏东县。我们大概就是香蕉、木瓜、香瓜还有西瓜，那整个受损的面积大概200多公顷。 风台造成灾害，也予全台的水库入水真多。水利署统计，25到28下晡4点，全台水库入水9500多栋。北部的石门水库、明德水库跳水量超过9成，中部德基甲日月潭水库也拢有8成以上的跳水量。南部的灵吉潭水库甲南化水库更加是瓦罐强要满。连前7仔跳水率低，三木水库也增加2拍的跳水量，也予高雄地区水情顶好，对31开始水情提醒转为水情正常。李家机关是考虑江水源需要资源，水源北江溪江水无稳定，医院维持减压江水唔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